那讲到台湾的白色恐怖，通常讲到、想到的拢是咱台湾的政治犯。不过，这戒严时期呢，也来自马来西亚、印尼等所在侨生，因为思想审查或者是身份背景等问题，互监控、拘禁，甚至互遣返。这阵呢，这东南亚的侨生因的遭遇到呾有案件真相拢无公开。1963年，马来西亚的侨生如祖峰来台湾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，煞无法度过返去故乡。伊的小弟如祖海是厝内头一个接到学校魔术电报的人。第一个自找的就是贵子弟自封自杀，我就停在那边了咯。心情也不大好了，一下子就哭起来了。如祖峰后来互人发现死伫正大附近的指南宫，当年报道是为情自杀，不过真侪年后，家属重新看相关的文件，发现案件有真侪疑点。这个就是埋下去的许可证，胸腔内出血，休克致死。家属对如祖峰死亡的原因怀疑，如祖峰死亡了后，伫短时间内落葬，案发时间嘛拄啊是台湾戒严时期。这10年来，家属真侪改写批拜访台湾相关单位，甲他拢无得到正式的死亡证明。50年内，就是那50个，没有不知道他是葬在那里，葬身在那里死，什么原因死，什么人，这些完全不知道。如祖峰的案件不是个案，研究指出，戒严时期部分东南亚来侨生，因为他左派一切，也是听广播，甚至敢若因为身份背景，都互人加禁，也是遣返，人生被迫中断。当年他们被抓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中华民国国籍，那也主张说，我是马来西亚人，我是泰国人，我是有英国护照的，为什么不要把我遣返回我的国家？给我自己的国家的生活，是不是共产党员呢？即马家属提出明确的诉求，家属要求台湾当局尊重家属提出有关于志峰不是自杀的论证，立刻成立一个独立专案调查组，就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当年胸腔内出血、休克致死于志峰命案火速下降，深入探究。记者致函侨务委员会，他们表示多次函请各单位协助，但由于年代久远和人事更迭，加上政大部分档案在水灾中遗失，因此未能查获相关事证。若是家属要求台湾当局发死亡证明书，侨委会讲，正大函文可见如祖峰已经死亡，法院裁定并不是生死不明的失踪人口，所以无适用死亡宣告的制度。相关的文件已经提供给家属。公司国际记者刘万山马来西亚槟城报道。